呢個的而且確係我哋團隊嘅另外一支強心針，引證咗我哋響我哋嘅基金平台、客戶服務、投資者教育同埋品牌推廣方面應用創新科技嘅努力同埋實力。其實宏利咧一直喺香港咧都係好致力去推動樂活自主呢個生活態度。咁作為全港最大嘅同埋香港人之選嘅強積金供應商咧，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去 leverage 我哋嘅影響力，去令到香港嘅客戶同埋市民咧，去多啲自己去 proactively 去管理自己嘅強積金。咁我哋嚟緊咧係會投放更多資源喺我哋嘅電子平台同埋 AI 應用方面啦，去令到客戶無論喺我哋自己嘅平台又好，積金易平台又好，去更輕鬆輕易咁樣管理自己嘅退休金。咁希望真係做活出呢個樂活自主呢個生活態度。多謝大家。